偷屌小影評，咁啊講緊係《寒戰1994》啊。其實呢一套咧係接續咗《寒戰1》同埋2嘅，《寒戰1》就2012㗎啦，《寒戰2》咧就2016，即係都10年前嘅第二集。咁你距離第一集嘅時候咧都14年啦，咁啊時間過得好快。咁《寒戰1994》你當係前傳第一集，咁第二集《寒戰1995》咧就會預計2026年下半年上映嘅。咁 IMDB 咧第一、二集都係俾到6.6分嘅，咁你其實貼近7分，其實都高分嘅。咁如果喺嗰個權術嗰方面啊、謀略嗰方面咧，其實我覺得可以貼近8分都冇問題。咁今次睇咗咧係《寒戰1994》咧，其實我大概分數都可以去到8，甚至話以上都得嘅嚇。咁應該慢慢去解釋下。頭兩套咧都係梁樂文同埋陸劍青導演嘅嚇。咁但係嚟緊咧，可能因為理念唔同嘅時候咧，變咗梁樂文導演咧親自咧係編導。咁佢之前拍嘅梅艷芳咧都好唔錯啦，10個影帝同場獻技大晒啦嚇。而吳彥祖咧今次係飾演一個後生版嘅蔡元琪，即係一個前任警務處長啊。劉俊謙咧就係飾演梁家輝後生版李文彬，咁有時佢簡稱做 MB， 因為文彬啊嘛。咁然後有金馬影帝咧吳慷仁咧同埋謝君豪咧飾演呢個有錢佬潘氏父子嘅。又仲有啲元彪啊、葉童啊啲老戲骨走翻出嚟啦。咁古天樂嘅整個二撇雞咧，即係扮特首又好鬼似曾俊華嗰啲咁樣，好鬼過癮嘅。咁 IMDB 同埋 Rotten Tomatoes 未有分數嘅嚇，同埋咧寒戰系列咧亦都係堪稱為無間道1之後啦，即係警匪片嘅高峰。上次聽翻影評咧，寒戰第2集嘅時候咧，個票房咧可以超咗周星馳功夫第2日嘅票房啦，所以都好厲害。所以一如以往啦，今次咧又係先讚後彈。而喺附錄裏邊咧，先講翻第1、2集有啲咩係重點啦，同埋有少少彈位嘅地方。咁第一個讚係咩咧？佢今次今集呢個前傳咧，終於解釋翻寒戰個寒字係點嚟㗎啦。因為第2集嘅時候咧，老闆嘅蔡元琪咧又講翻啊，佢好欣賞啊梁家輝飾演嘅李文彬。佢嗰時做一個咧處理嘅警務處長啦，用咗行動代號就係寒戰。點解用個寒字咧？佢今次個前傳咧終於解釋翻。你個仔嘅性格同你一模一樣。當年我在為編好晒所有行動代號，你居然揀咗寒戰，有意思。我覺得幾特別。我梗係唔講咁多啦，都係入場睇嘅。另一個我覺得讚嘅就係咧，佢當中今次係講咗一個綁架案啦，仲有一個核心啦。咁喺嗰個嘅預告片嘅裏邊都講咗嘅時候咧，我係覺得唔係劇透嘅。其實當中有啲畫公仔畫足場㗎啦。阿陳家樂所飾演嘅黃家輝咧，根本就係影射緊香港華務集團嘅創辦人黃德輝啦嚇。咁黃德輝咧就係2度被綁架嘅，都廣為人知嘅。所以廖子妤喺裏邊所飾演嘅可能就係年青版嘅小甜甜啦嚇。咁佢第一次被綁架嘅時候，1983年4月。咁啊，俾咗贖金就獲釋嘅，咁嗰啲犯都捉得晒。咁90年第2次綁架案咧，大部分嘅共犯都落網嘅，但係個主謀咧就潛逃嘅喎。主謀特別就係咧係一個退休警署警長鍾維正啊。咁事後咧潛逃到泰國嘅，咁啊匿藏咗多年。咁啊，相傳喺2020左右咧，就喺泰國咁去世嘅。咁當然黃德輝就係自此係人間蒸發嘅。所以1999年咧，因為佢失蹤咗咁耐嘅時候，喺法律上面就宣布佢死亡。咁我欣賞呢套嘅《寒戰1994》咧，就喺個時代背景之下咧，即係重新影射翻阿黃德輝嘅。咁甚至係呢個潘氏集團咧，佢哋嗰個嘅集團名咧，都差唔多用咗同音字華懋咁樣噶嚇。咁即係講到明。但係佢呢個精彩之處就係咧，第一劇本精彩之處就係咧，你認為一個普通嘅綁架案咧，其實可能係案中有案嘅，可能透過綁架裏面其實叫你收聲，同埋背後嗰個大佬係邊個咧？啊，咁呢個係一個劇本有深度嘅地方嚟嘅。所以喺我角度咧，無間道嗰個嘅權術啊，同埋依家寒戰裏面所講嗰個嘅權術咧，或者嗰個謀略咧，即係有一定嘅深度啦。所以至到鬼佬買咗無間道嗰個版權嚟拍就咁解啫嘛。咁寒戰又未嘅，但係起碼嗰個深度咧，我覺得係值得讚嘅。咁應該有彈位嘅時候先再解釋啦。第三樣值得讚就係咧，基於嗰個故事啊，同埋嗰個視覺嗰個效果咧，其實絕對係有野心嘅，亦都係去到一個世界級嘅層面，我覺得係可以㗎。咁頭先故事上面我已經解釋咗點解有個深度啦。咁而家畫面上面咧，譬如1994年嗰種嘅復刻啦，即係街道上面咧有啲舊車啊，復刻得中規中矩啦。咁當中都包括咗 CG 嘅。咁尤其是嗰個啟德機場嗰度，真係好重 CG 啦。咁嗰嚟飛機喺九龍城上空啊，咁樣起飛啊、降落啊，差唔多貼近九龍城咁樣嘅時候咧，
咁飛機喺九龍城上空擦過嗰種壓迫感，你睇到嗰個嘅升降架起落嗰啲咧，佢都係拍得翻嗰種嘅時代嘅情懷出嚟嘅。同埋同樣啦，佢裡面都係 echo 翻啦，佢曾經喺啟德有嗰個意外。咁我好欣賞，即係劇本咧都混合咗本身發生過嘅嘢。頭先我講咗黃德輝綁架案啦，又或者係啟德機場某一啲嘅事故，佢再係咁樣編寫落去嘅時候咧，我感覺係特別真實嘅。第四樣值得讚就係咧，好多時候啲前傳咧為開拍而開拍嘅，咁但係呢一套咧其實本身導演佢哋一早已經有個腹稿喺心裏面嘅。當我哋拍緊《寒戰1、2》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不斷係講緊1995年嘅時候發生咩事，以至到有今天嘅李文彬啫嘛。咁所以喺睇嘅時候咧，《寒戰1、2》我哋不斷咁問，咦咁1995即係發生咩事咧？咁應該有啦，1994啦，有呢個前傳啦。咁去到1995咧，仲有前傳第2集嘅時候咧，就所有謎底咧都會揭開。咁所以喺我角度咧，呢個前傳嘅故事係紮實嘅，亦都好少可咧，即係見到呢個前傳咧，佢係唔遜色於正傳嘅。同埋咧，《寒戰》你第2集咧都講明咗，即係1995年係發生咗咩之外咧，同埋喺第2集尾嘅時候，佢嗰時已經係一哥啦。佢趁醜聞纏身啦，一被逼下台卸任之前嗰4個鐘裏邊咧，就命令已經退咗休但係又復出嘅行動組副處長李文彬咧，去尋獲咧第1集變咗個衝鋒車啊嘛。咁但係過程裏邊其實綁架成架衝鋒車嘅，其實全部都係前警員嚟嘅，亦都係李文彬以前嘅部下。咁佢哋透過政治部嘅時候咧，就離開咗香港，咁而家翻嚟。咁點解佢哋翻嚟咧？佢最主要就係想捧翻李文彬上台做一哥，做翻警務處長嘅，甚至最後咧係可以保佢咧做到係保安局局長咁樣嘅嚇。咁所以第2集尾嘅時候咧，佢哋成班人事敗啦。咁但係郭富城就順水推舟，如果李文彬唔接指令嘅時候，咁李文彬係鬼啦，佢同阿蔡元琪一伙噶啦。咁但係如果李文彬接指令嘅時候咧，佢要自己懟冧自己兄弟啦。咁所以咧，佢睇住最後嘅兄弟，佢以前幫過佢嘅一班前警員咧，即係最後都係吞槍自殺嘅或者最後一個扮吞槍嘅時候咧，就等個狙擊手 sniper 咧 headshot 咗佢嘅。咁所以我哋嗰時候諗啦，哇！究竟呢班係兄弟喺1995年嘅時候點樣去替佢孭鑊咧？李文彬即係梁家輝所飾演嘅李文彬咧，即係口口聲聲都話多謝佢哋嘅，感激佢哋嘅，報答，但係最後都累死晒佢哋嘅。咁所以嚟緊咧，我就會期待前傳第2集1995嘅時候咧，就會解釋晒成個故事啦。同埋要讚就係咧，佢今次咧呢個前傳當係第1集啦，1994咧，咁佢解釋翻呢個上一任嘅警務處長，即係蔡元琪啊，佢點樣佈下成個嘅局嘅。因為喺第2集嘅時候咧，佢一出現呢個蔡元琪，一個老闆蔡元琪啦，咁佢就係背後嗰個推手嚟嘅，喺度慫恿李文彬個仔啦。又搶嗰個衝鋒車啊，令到咧當其時臨時嘅處理處長咧劉傑輝咧而失職而下台嘅，拉佢落馬嘅。不過提翻咧，蔡元琪係第2集先蒲頭嘅，佢第1集咧仲係隱藏自己嘅嚇。咁佢今集前傳咧再推前嘅時候咧，咁啊講翻其實蔡元琪又點樣同佢當時嘅一哥鬥啦所有故事咧由一個處長級嘅裏邊，你當係內鬥咧。即係郭富城嗰個係管理部，你當係一個文官嘅副處長叫劉傑輝。咁但係咧，你相對咧就係梁家輝係講特事特辦嘅，佢就係行動組嘅副處長李文彬。所以一文一武，一個係講程序公義，一個係講規矩，一個咧係講特事特辦，係講義氣。咁嗰個對撞嗰個衝突咧就好明顯，好好睇嘅。第1集、第2集都係咁樣樣，即係尤其是佢兩個互相對罵嘅時候，各不相讓咧，嗰個畫面啊、台詞啊、信念咧係滿分嘅嗰個位。第1、2集都有。警隊規矩，自己有親屬涉案都要利益申報，避嫌缺席。既然今次你冇咁做，咁已經證明咗你喺韓志行動嘅判斷出咗問題。我係質疑你嘅能力。法官覺得你個交出你嘅總指揮權力。呢班匪係針對我哋嘅通訊領導，選擇係一次恐怖襲擊。唔好意思，你明乜？唔好同我喺度分享分派。唔好以為保安局冇理我做咩？保持，你係咪想奪權？其實講到尾咧，警隊其實都係個軍方編制嚟㗎，英文佢係有 lieutenant 㗎嘛。不過之後分翻開啦，軍隊就係對外，咁警察就對內啦。咁所以今集咧，某程度都係繼承呢條線嘅時候咧，都係好唔錯嘅。所有故事咧，由一個處長級嘅裏邊，你當係內鬥啦，咁已經去到除咗政治層面之外，今集去到國際層面嘅。咁佢當中都有一定嘅說服力嘅，咁呢個都係好睇嘅地方啦。甚至今集咧，我自己覺得有少少似咧，可能日本漫畫嗰種英雄本色啊，即係講咗黑白兩道嘅合作。咁佢今次係冇講黑白兩道合作，佢就話咧，從來黑白都係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咁呢句說話就總結咗一切嘅。第五樣值得讚咧，就係嗰個動作同埋文戲嗰個平衡好好嘅，節奏好唔錯。如果話第二集咧，因為佢將成個格局咧升華到去政治嗰個層面啊嘛，講到立法會啊、行政會議啊，講到下一任嘅特首等等咧，咁我覺得第二集嘅文戲可能多咗少少，但係反而今集嘅前傳咧，個平衡又更加好，唔會有悶場嘅。同埋我覺得最後都值得讚就係咧，嗰個演員嗰個新舊交接咧，我覺得好好噶，我覺得係無縫交接嚟噶。譬如話阿柳俊謙咧，佢飾演翻以前後生版嘅李文斌咧，佢本身個人係靚靚仔仔啦，佢由中帶高，咁好似一啲影評所講，即係更加適合咧，即係個四面楚歌嘅角色嘅，黑白兩道都追實佢嚇。咁我覺得講得幾好喎，佢即係可以接到咧梁家輝嗰種棒嚇。有時嗰個情義兩難全咧，呢次都多多少少都有嘅。而吳彥祖咧，佢飾演個後生版嘅蔡元琪咧一樣。本身個人都係邪氣嘅嘛，我覺得佢係邪邪地嘅感覺。就算佢當初佢出道嗰個《紫雨風暴》咧，我自己覺得呢個人都係邪邪地嘅感覺啊。甚至佢依家本身係有美國籍啦，但有時佢講啲咩，大家都知噶啦。有時我覺得咁巴閉嘅話，你抌咗佢個美國籍一扮，咁但係又唔係咧，所以我覺得適合佢呢個角色啊，邪邪地演嗰啲心狠手辣啊，或者去演佢其實佢係企喺可能 MI6 嗰邊咧。我覺得都唔錯，謝君豪嗰啲唔使講啦，咁同阿吳慷仁嗰個有火花啦，飾演嗰個父子咧，呢一條線咧都係好唔錯嘅。好啦，最後咧嚟到一個少少彈多多趣，咁少少彈係咩咧？喺個角度咧，如果係10年前嗰個政治佈局咧，係絕對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用今天嘅角度再睇翻1994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係略嫌不足嘅。即係點解咁講咧？譬如今集你拉到去 MI6 冇問題。你話到蔡元琪，譬如第二集嘅時候，佢講到佢係前警務處長啦，咁佢退咗休嘅時候咧，多數呢啲咧就好多私人公司啊、大財團啊去招攬佢哋咧係做顧問嘅。咁佢自己都開咗間公司咧，係 IT 嘅IT 技術嘅時候咧，即係話到警方咧所有嗰啲嘅通訊系統，第三代通訊系統咧，其實都係控制之下。就算警方係冇用去到系統都好啦。但係其實不其然係用咗嘅，因為佢個私人公司就係佢名下咁樣，所以都解釋翻點解第一集嗰個嘅衝鋒車可以完全消失喺警方視線咧，就係因為佢控制晒成個系統。咁其實都勉強解釋翻14年前第一集嘅，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敗筆嘅地方嚟嘅。你諗下，即係香港地你咁多 CCTV， 你要架衝鋒車同埋上面嗰5個警員完全消失咧，其實根本係冇可能嘅。雖然入邊有一個係鬼嗰個就係李文斌個仔，咁但係其實有啲嘢都係解釋唔到，我自己覺得。咁算今集係講到國與國之間嗰個嘅角力啦，即係講到 MI6 英國嗰個軍情六處。但係咪就可以完美咁解釋晒一切咧？我自己覺得總係爭少少嘅。個感覺係咩咧？佢感覺係想講到咧，好似天下烏鴉一樣黑啫嘛。你睇下英國英國嘅 MI6，佢喺97之前咧都係想咁樣插隻腳落嚟。雖然話1995年嘅時候係解散政治部Special Branch， 咁但係97之後咧，佢都想仍然係染指香港喎，即係好似不斷係講緊喺英國都幾衰，你睇下英國幾黑暗，即係咁樣咯。OK。有句名句戲裏面有句名句，香港你揸莊啊，咁但係真正揸莊嘅冇講。咁你要引申到另一個彈位係咩咧？有少少畫公仔畫出腸噶，即係戲裏邊咧，方使你觀眾睇唔明白咧，佢加咗幾句台詞咧，就透過一個年青版嘅李文斌向住咧係 MI6 嘅總管咧 Aidan Gillen 權力遊戲上面飾演 Littlefinger 嗰個啦。咁個對白講得好白噶，即係話咧，係咪奉國家安全之名咧就可以破壞法律咧？佢即係喺 MI6 嘅面前咧，咁樣係鬧英國政府喎。咁所以點解可以上畫咁解啦？但係問題就係，喂，你現實嘅裏邊，你係咪真係可以喺個 MI6 嘅面前，喺一個閉門嘅會議都好，你咁樣鬧？一來你唔係好合乎規矩，又冇乜禮貌咁，但係你編劇係可以咁編嘅。咁之後對方點答咧？對方就話 We don't break the laws, we write the laws 咁呢個對白係型嘅有一種就係咧97前睇下英國幾污糟咁呢個都唔係強烈暗示啦，都講到明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好啦，你講到有英國嗰個 MI6，咁你可能冇講到另一邊廂紅色嗰邊會點咧？佢要求嘅根正苗紅又點樣冇嘅喎？坦白講呢一班人一個秘密會議嘅裏邊你有富商你有前警務處長等等咁你可能講到係有乜 MI6 嗰邊，
咁紅色嗰邊咧冇嘅喎，所以我咪話一個政治個解讀咧，我覺得欠全面就咁解。咁當然啦，亦都唔可以咁講啦。同埋咧，我之前讚過咧，你第一二集有個強烈對比噶嘛，即係郭富城同埋梁家輝個強烈嘅思想啦、畫面嘅對立係一流嘅。但係因為你今次咧，你係再去到係嘅國家層面啊。頭先我講咗第一集，你係處長級內鬥，警方內鬥，警方嘅敵人往往都係自己人嚇。咁第一集係咁，第二集、第三集都有咁樣講嘅。第二集咧就去到係立法會啊、行政長官啊嗰個嘅層面。咁你今次前傳咧係哇，再推到去國與國，但係今次個格局好闊啊！你有黑有白有膚嗰啲嘅財團啦、家族亦都係政治四方勢力。你政治可能有本地喎，可能有英國嘅喎。咁個格局闊咗嘅時候咧，有時我覺得畫面嗰個強烈對比咧，就反而冇第一二集咁出喎。呢個係我角度嚟嘅。咁我覺得係，你因為每一次出嚟嘅時候咧，你可能你有你嘅黑白嘅，咁但係嗰個黑白咧，可能你兩邊都係警察嚟嘅喎。你一邊可能係政治部，一邊係普通警察。反而如果強烈信念衝突咧，好多時都係要靠台詞講翻出嚟。咁我就覺得未必係夠第一二集中咁出嘅。可能我特別中意就係郭富城同埋梁家輝嗰個互插，各不相讓互插嗰度啦。咁今次我覺得係冇咗呢一種，咁我今次我覺得畫面上係冇咗一幕咧，好似爭啲。同埋咧頭先我講咧 CG 複刻係好唔錯嘅，但係咧有一幕就係我覺得電單車嗰度啦，或者機場某一啲位嘅 CG 咧，其實都可能太明顯係 CG 啦。你知道一定係唔會有啟德噶啦，咁所以你一定係睇緊 CG 噶。咁你喺嗰個時候就好容易揾到啲 bug 出嚟嘅。咁呢個係一個可惜啲嘅地方啦。咁我哋而家嚟到一個補完嘅時間，究竟第一二集嘅重點係乜嘢啦？有啲咩值得欣賞嘅地方，同埋點解會有啲彈位？點解可以三套我都俾到係8分之間，點解冇俾到10咧？咁個第一嗰個原因頭先都解釋咗噶啦，即係嗰個政治格局咧。如果由今天嘅角度睇翻轉頭嘅時候咧，所以點解有啲整體嚟講會俾到6.6就咁解？咁而家逐課嘅點評啦嚇，咁你第一二集2012同埋2016咧 IMDB 都係俾到6.6分啫。咁頭先我讚咗噶啦，即係郭富城所飾演嘅管理部副處長劉傑輝同阿梁家輝所飾演嘅行動組副處長一文一武咁嗰個對立啦。咁嗰個位係好睇嘅，尤其是第一集嘅時候。咁當咧梁家輝所飾演嘅李文斌或者叫 MB 咧，佢所知道5名失蹤警員裏邊有一個係佢個仔嘅時候咧，佢一切都上晒身啦。因為嗰日咁啱咧，警務處長又唔喺香港啊，所以佢就按翻規矩咧，就自立為代理處長，親自宣布喺香港嘅緊急狀態等等啦，佢自己親自去處理啦。咁由郭富城就質疑佢咧，有時佢情感咧係凌駕於成個程序，咁所以先有第一次嘅衝突，亦都將佢咧拉下馬，自己咧成為即係處理處長咁樣噶。咁同埋第一集我欣賞咧，佢嗰個破局就係咧，郭富城咧佢自己係使用第三方，即係廉政公署啦，咁去查翻警方嘅內鬼。咁當然啦，向廉政公署咧發匿名信嘅就係郭富城自己啊嘛。所以第一集咧嗰個嘅權術啊，或者第一集嗰個謀略咧精彩之處就喺呢度啦。同埋第一集咧挾持5個警員嘅綁匪咧，要求贖金，但係原來個贖金咧係幌子嚟嘅。用9車將剩翻嘅贖金送翻去金管局咧，嗰個先至係目標之一。咁呢個係特別嘅地方啦，呢個反轉唔錯。咁當然啦，郭富城咧用到第三方廉政公署嘅時候咧，去到第2集就被反噬啦。咁就周潤發所飾演嘅簡奧偉大狀啦，就喺立法會嗰度插佢。咁嗰個位都插得型嘅，用翻同一個理由拉佢下馬啦，即係質疑佢去公器私用啦，質疑佢濫權啦。咁簡大狀精彩之處咧，即係代表咗法治精神啊！咁佢冇偏幫任何一個啊，佢冇偏幫劉 Sir， 亦都冇偏幫李 Sir 嘅。另一方面，到第2集咧，郭富城劉 Sir 到佢個老婆俾人捉咗嘅時候咧，佢自己去交贖金，自己咧去押解李文斌個仔去交換人質啊嘛。過程裏邊咧，反就走甩咗啦，炸彈係被引爆啦，咁啊搞咗個大龍鳳，所以之後咧先俾人哋要拉下馬，要去立法會質詢咁解。咁但係就不斷有炸彈爆炸嘅，話嗰啲黑色火藥，咁啊用咗咧煙花嘅火藥嘅。到第2集片末嘅時候咧，嗰啲警察綁匪咁啊對付嗰啲 SDU 嘅圍攻啦，特種部隊啦、飛虎隊嘅圍攻啦，即係郭富城嘅劉 Sir 咧都係咧準備下馬準備下馬之前頭先都講咗啦，佢仲有4小時嘅裏邊咧，佢就命令翻阿李文斌
去帶隊咧去揾翻嗰架塞車啊嘛。咁所以啲局中局係好唔錯嘅，即係處長下命令咧叫你捉人咧，其實係俾個氹你踩啦。又話一啲綁匪要求贖金，或者今次去到今集都係㗎。又係綁匪綁走咗咧，嗰個黃家輝咧，其實就唔係純粹綁佢咁簡單嘅，其實係叫潘氏收口咁樣樣嘅啊。不過去到咧，即係其實第一二集嗰個彈就係咧，譬如第二集郭富城做呢個劉處長，佢老婆咧被綁架，咁啊劉處長要自己親自將贖金啊同埋親自押犯嗰個咧，點都有啲係戲劇化嘅。你貴為一個處長點會咁做咧？同埋貴為處長你自己可以飛車飛甩啲部下啊嘛要啊，咁嗰啲真係做戲先有啦。同埋喺第一集李文斌個仔玩到咁大咧，你要令個衝鋒車消失位嘅就係要咧幫阿爸上位嗰度咧，可以做到一哥咧。其實嗰樣咧難理解嘅，其實因為你普通警員嚟講，你都要查三代先可以做警員啦。何況你警務處長，依家你現役嘅差人阿仔係知法犯法喎。咁你阿老豆係點樣可以做到警長？即係阿老豆點樣可以做一哥咧？其實有啲係解釋唔到，我覺得嗰個位我覺得爭啲嘅。甚至喺第二集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蔡元琪呢個前警務處長，佢憑乜嘢可以咁樣慫恿李文斌個仔，或者可以慫恿其他警員咧一齊咁樣知法犯法咧？我都有 question mark。咁當然佢而家前傳咧有佢嘅解釋啦。咁但係我都解釋咗頭先就係你只係夠膽係講 MI6 嗰邊咯。咁你話政治角力㗎嘛？你點樣可以只係佢有？咁你只可以講英國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係略而美中不足嘅。不過當然都唔講得啦。但係喺個角度嚟講咧，如果黑社會2咧，佢又更加清楚嘅，所以我更加欣賞黑社會2啊咁解。同埋英國嗰時係咪真係咁強勢啊？坦白講，你諗翻轉頭，即係香港島咧，其實根據南京條約係永久割讓嘅。咁你新界啊、九龍嗰啲先係租借99年。咁佢嗰時英政府咧係選擇咗咧係送翻個島嘅送喎。咁其實佢又冇攞到最大油水喎，好奇怪，有時又解釋唔到。佢最近都係嘅2025年嘅時候咧，又將一個島又係拱手相讓啊 Chagos。咁我自己覺得其實佢都係積弱咗好耐喎。依家 Stammer 其實都係廢嘅。所以佢今次咧，譬如佢蔡元琪終於講翻佢當年點樣去佈局，同埋佢點樣去將依家即係第一二集啦，警隊裏邊嘅第三代通訊系統咧，視為一個囊中物，可以隨時咧去推舉自己馬房嘅人上馬，亦都力保邊一個可以做到保安局局長都好。但係一樣喺個角度，你冇可能係冇咗紅色嗰邊嘅，所以咧係黑社會2咧，我自己覺得係更加有說服力㗎嚇。同埋修煉發星嘅大狀啦，簡大狀咧，佢個徒弟哇，好似狗仔隊咁叻嘅，又可以影到決定性嘅相咧，即係律師嚟嘅喎，仲勁過狗仔隊。咁最後解釋埋點解《寒戰3》好似係未有下落咁樣咧？因為咧《寒戰2》嘅時候咧，片尾咧李文斌係睇住阿仔嘅喺 ICU 度。咁佢第二集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最精彩嘅動作戲咧，就喺應該係城門隧道嗰個交通意外啦。咁郭富城嘅劉處長咁就同蔡文琪啊，同埋一等同黨咧，就喺隧道嗰度槍戰嘅。咁喺混亂期間咧，咁啊郭富城都無奈咧，將阿李文斌嘅仔差唔多手人咁樣噶啦。不過竟然喺片末嘅時候咧，佢未死嘅喎。咁其實應該仲有第3集嘅，但係因為雙導演咧，大家諗法唔同嘅時候咧，咁可能第3集咧要擱置一下，咁拍好咗前傳先，然後之後先有第3集啩。咁但係講到尾咧，無論點都好啦。如果你係一個寒戰迷嘅時候，你中意警匪片咧，咁呢個都係算係優質嘅警匪片嚟嘅。頭先我講咗當中嘅權術啦、謀略咧，都係去到某一個嘅層次嘅。只係我覺得有啲位略嫌不足嘅啫，所以我會俾到8分或以上，甚至可能去到有啲位咧，佢講到太白嘅時候咧，並且一個政治宣傳片會重一啲嘅口味啊。咁所以如果嚴格啲嚟講，可能又俾到7。但係我覺得手鬆啲嘅嚟講啦，8分或以上係絕對冇問題嘅，係值得睇。呢有一個有野心嘅作品嚟㗎。如果你喜歡上嘅分享咧，請 like、share 同 subscribe。多謝各位。